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。很多客家人住的地方都是靠山坡地啊，所以客家人很喜欢爬山。我们来讲爬山哦。冇想到，乞呀抽山会安开。冇想到就是没想到，乞就是爬山的爬，乞山就是爬山，乞亚抽山就是这座山，这样会了吗？没想到，乞亚抽山会安开，开就是好累哦，怎么会这么累呢？好，这是因为你太久没运动了，这是因为，那是因为，因为就是因为你太久就是太久了，没运动。冇运动就是没有运动啦。哎呀，我要先啉口水，我要先啉就是喝，啉口水，我要先喝口水，食点位点心，吃点点心。我要先啉口水，食点位点心。我们听特别来宾开口讲客家话。休息一下，看出啦。冇想到，客山暗橋迄個因為太久冇運動嘅啦。我愛先啉口水，食點點心。成功了，哎耶！如果有健步如飞的客家朋友邀你去爬山，你实在受不了啦，你就可以讲这句话什么呢？我要先啉口水，食到位點心，安慰，安之先。